我哋初步睇咗一啲現場嘅記錄，同事到場時候嘅判斷咧，初步確立到有一個位置就喺宏昌閣嘅1樓同2樓中間有個棚架嘅位置，而家係初步確立到嘅，但係仲要係我哋個調查火警咧，係仲要深入去調查，當中係包括我哋會用電腦模擬，我哋會建立一個可能係達至1:1嘅模型咧，去重新去做一次呢個火警嘅模擬咧，去兩方面有電腦同埋真實環境去試一試嗰個環境係咪當時係嗰度起火先嘅。發現咗咧8座裏邊咧有1座火警鐘係響過嘅，其中7座咧我哋發現佢唔係一個正常嘅運作嘅狀態。咁我哋而家仲係調查緊嘅，我哋調查緊嗰個情況，點會引致呢個火警鐘唔響嘅情況。其實每年咧業主咧係需要咧委派消防承辦商咧係對佢哋自己大廈嘅消防系統咧係作出一個檢測嘅。檢測之後咧要將個報告俾我哋。咁喺呢方面咧，我哋其實過去呢幾日咧都同我哋嘅消防承辦商會同埋一啲物管嘅監管嘅機構咧已經開咗會咧，希望咧能夠喺短時間裏邊咧，佢哋將佢哋自己大廈嘅消防系統盡快咧去做一啲簡單嘅檢測咧，去話翻俾我哋知。